房屋局早前揭發有經屋單位住戶涉嫌將單位作非自住用途，有公屋事務委員認為仲有唔少違規個案未被揭發，希望當局加強巡查。房屋局揭發青涌經屋12個單位預約買受人涉嫌將單位作非自住用途，又揭發社屋有128個單位嘅住戶涉嫌違規。有公屋事務委員認為，本港目前有幾萬戶公屋，當局只係調查咗大約2000戶，當中已經有5%出現違規，相信情況只係冰山一角。佢認為現時罰則足夠，但由於當局冇作定期巡查，令到違規嘅公屋住戶有僥倖心理。依家做嘅巡查就係唔定期，大家都僥倖心理，以及大家根本唔知識嘅法律。我諗定期就於每一類型嘅房屋，例如話我哋政府依家舉例有50棟唔同嘅經濟房屋喺度，咁每一棟可能喺每一年都有10% 嘅抽樣，咁我相信大家就會比較會擔心，會唔會係今次抽到我呢？有團體就話，公屋嘅違規行為一直存在，但係當局過往冇嚴格執法。只不過係過去可能係有關嘅政府部門呢冇去巡查啦，或者係巡查得唔夠啦，或者係嗰個執法係唔嚴咁樣啦，所以即係而家突然間係產生咁多呢啲數量呢，其實我諗係最近可能有關當局係加強咗嗰個巡查同埋嗰個執法啦。希望政府可以增建住屋，處理好閒置土地，以及盡快通過舊區重整法律去處理房屋問題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高寶立報道。